心灵列车，每一个意象都是我们心灵上的过客。叫不出伊的名，叫不出伊的名。那闪过的长长列车，如一串文字，并合的句子，书写在时光的深处。画不出伊的面貌，画不出伊的面貌，画不出伊的面貌。难以用我们失去功能的记忆追踪到它。做袂出伊的脚步，做袂出伊的脚步，做袂出伊的脚步。我们又如何能回到象征之初？符号又如何能回到自然本体？写袂出伊的故事，写袂出伊的故事，写袂出伊的故事，写袂出伊的故事。行李和车票都证明了，我们不得不告别文字。搭上影像的列车离去，在月台末端消逝。